第36届噶举大祈愿法会的诸法上师国师迦查仁波切，以及以护主明就多杰仁波切为主的法会大众们，诸位堪布和善知识们，来自不同噶举寺院的僧尼大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巨星大众们，首先我在这里向大家问候，愿各位吉祥如意。尤其今年祈愿法会的主要功德主是来自捏香地区的僧俗二众。大家都知道捏香这个地方，在弥勒日巴大师的时候，曾有一段关于猎人金刚护的故事，其中主人公就是来自捏香。由此，捏香与噶举传承便衍生出一段特殊的因缘。另外，我曾看过第6世夏玛仁波切写的《尼泊尔游记》，其中他在路经捏香到尼泊尔的部分中，对捏香人很是赞美，说捏香人非常虔诚、善良、十分优秀等等。就我个人来说，1999年我从西藏出来的时候，途经捏香，那时有一座山叫做透章拉，是一座很高很陡峭的山，感觉怎么爬都爬不到山顶，当时感到非常的辛苦，因此对于捏香我有着不寻常的回忆和情感。这次你们不止做了财富物质上的供养，也身体力行的做出许多贡献，比如倒茶、搬运布置、清洁会场等等，所有大小事情都不辞劳苦，做了各种奉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功德主，真的是非常好。因此我想，这是我们其他各部喜马拉雅民族都应该要学习的。比如习经有拉德密德的佛教社群，也许将来你们也能成为祈愿法会的功德主，做出如此的贡献，那会很好。同样，不丹还有尼泊尔的多坡、努日、尊巴等地，有很多山区的民族，将来如果有能力能够做出同样的付出的话，我觉得会很好的，因为大家世世代代跟传承都有着特殊的因缘，所以在祈愿法会的时候，你们如果能够承担这个机会，做出贡献的话，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的。这次法会，我是以我本人的名义致函邀请大司徒仁波切前来参加主持，但是最终仁波切未能成行，因此我便致函恳请国师迦查仁波切，如同去年一样的再次前来主持法会。仁波切不仅是回复答应，而且亲自前来不辞劳苦的给予大家先是前行的5尊宏观音灌顶，然后又是正行的修心七要甚深教导。所以我在此仅代表整个教派，尤其是与会的大众，
对仁波切表达无尽的感谢。尤其这次起源法会比较殊胜的一点是，大成就者桑杰年巴的转世仁波切在法会的前行部分给予了恒河大手印的教导。仁波切也是如我所托的圆满完成了开始。在此，我对仁波切也由衷表示感谢。起源法会呢，是噶举传承1年1度的重要的活动。那么至今我已经2次无法参与，所以深感遗憾。在此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非常的抱歉。其实去年11月底的时候，在印度达拉姆萨拉原本有一个教派会议，藏人行政中央也邀请各大教派的主务必须要出席。我也非常愿意参加。本来在之前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预计的加拿大行程之前，本来就希望能很快的回去印度一趟。一方面是因为很久没见到如意宝尊者，想要见上一面；另外要见一些印度的政府官员，讨论一些事情，所以想要很快的回去一趟。但是大家都知道，由于我办了一个新国家的护照，那么原来的印度旅行证呢，这个 IC 证件就自动失效了。所以我必须要把原来的旅行证件呢，尽快的上交给就近的印度行政部门。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就跟印度领事馆提出了要上交印度旅行证的申请，并且请求在新的护照上给予签证。但是得到印度领事馆的回复是，他们不能决定，需要上报德里。因此来回反复的耽搁，10月份就没能回到印度。然后之后我原计划去加拿大的，但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就没有能成行。之后本想无论如何11月底的教派会议都是要参加，是必定要参加。但是会议由于尼玛派的教主嘎托戈泽法王原籍，所以会议也延期了。于是我觉得既然证件上的问题还没有弄得很清楚，那就稍微缓一缓，慢慢做，加上身体状况也不好，需要休息一下，而且也想顺便的做一些闭关，所以就觉得不要太仓促的去做。那么于是觉得要慎重的去处理，所以至今就没有办法前来。但是我们一直都在跟印度政府进行沟通，希望能尽快的回到印度跟大家见面。今天是祈愿法会的最后一天，习惯上我们都会做一段特别的开示。虽然今天没什么特别想说的，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对大家做一个提醒。从2004年起，我便开始主办祈愿法会了，至今已经有10多年了。
这些年中有很多方面都有了变化。我相信好的正面的变化是很多的，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僧尼们在这个律仪、行仪上面呢的一个进步，尤其是呢我们在戒律的实践以及法教的领会理解这方面，我们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家都知道，在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等等地方，出家的僧尼是很多，但是呢，虽然出家的僧尼众多，但是很多都不知道，僧尼的真正的意义、含义是什么？出家到底是什么，并不知道。以及呢，对于出家之后要守什么样的戒律，真的懂的人也是很少的。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想要名副其实的做一名出家人，首先就需要了解出家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介绍，对于这方面，尤其是在律典中关于出家方面的戒律，很多人认为，一旦出家的话，就是很多一般人能做的事情，出家人都不能做，觉得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有各种各样不能做的这种约束。但是真正的出家戒呢，不只是一种戒律约束，不只是一种可不可做的一种约束规范，最重要的其实是希求解脱、出离轮回的心。真正的出离心，指的就是一颗没有造作的出离心，就是不是刻意所为，发自内心的一种本然升起的，这样才叫做无造作。如果心中升起无造作的出离心的话，那么戒律就可以说成为是解脱的戒，也成为一种清净的戒律。如果没有升起的话，就不能成为解脱戒，也不能成为清净的戒律。因此，所谓出家戒啊，不只是外在的表象和这个。也不是身体跟语言上的各种行为而已，它的真正精髓是在于升起一种希求解脱和出离轮回的心。就好像噶当派善知识波多瓦大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以前在和尚还有教授师的跟前受取了沙弥比丘戒之后，我就依止了热镇这个寺院一位老居士。我真正的戒律是在这个出家戒律是在这位老居士这个地方得到了。那么这位热镇老居士是谁呢？其实就是指众敦巴大师。众敦巴其实是一个在家居士，所以这个波多瓦大师他说他的这个出家戒是在一个在家人的地方获得，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在这个众敦巴的这个地方升起了真正的出离心，是由于众敦巴大师的恩德，他升起了出离心，所以清净的戒是从众敦巴那里得到的。波多瓦大师说，他过去所得到的只是以鬼形式的，并不是没有得到内在的戒律的内在的精神，他就这么说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除了外在的表象之外，所谓的戒律真正的精神意涵是什么？
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例如我自己来说，7岁起我就被认证为伽马巴。一开始是在拉萨的大昭寺，由大司徒仁波切以及国师迦查仁波切授予剃度。那么一般来说，在剃度的时候呢，会给予这个皈依三宝的居士戒。但是那时候我的年纪也很小，一堆人围在周围，也不知道仁波切在做什么。总之呢，应该就是给一个皈依三宝的居士戒吧。可是我们甚至连五戒的居士戒都称不上，也不能说真正的居士戒了，只能说是一个皈依三宝的一个戒律。所以这样的戒律都还称不上是居士戒。那时前世的竹本德谦仁波切还在，他就说你是伽玛巴，是个特别的人物，所以可以穿上僧服。所以我也就因此穿上了僧服。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出家戒。之后到了印度，2002年的时候，典嘎仁波切护主典嘎仁波切跟我说，他说你至今还没有出家戒，应该要受戒的。但是受出家戒之前呢，有一个戒叫做净室难戒。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净室难戒这个名词。当时仁波切建议说，在观音尊者跟前受净室难戒会很好，因为据说16世法王是在13世尊者跟前受这个戒的。那么净室难戒在尊者前领受，至于沙弥比丘戒呢，则是在噶举派自宗中领受。所以若能在大司徒仁波切、国师迦查仁波切前面领受就会很好。于是呢，我便请示2位仁波切，2位仁波切也说这样很好。于是那个时候我们便通过尊者办公室秘书长洛桑金巴向尊者呈递信函，请求尊者赐予净室难戒。至于沙弥比丘戒呢，因为要持守噶举自宗自派的传承，所以计划就在2位仁波切那里受戒。就这样子向尊者报告了之后，尊者也同意了。在2002年时，我16岁的时候，就在尊者座前领受了净室难戒。那天，尊者在传授净室难戒的同时，也给了沙弥戒。其实本来我们请求的时候只是请求净室难戒，但是尊者呢就把这个沙弥戒就一起受了，一起给了。可能是尊者有特别的用意吧。那时候本来自己以为除了净室难戒之外，沙弥比丘戒会在2位仁波切前获得的，但是尊者就受了2个戒。于是噶举派教内中呢，就有一些声音传出了，
觉得说，沙弥比丘戒应该是在自己教派里面领受呀，不应该在其他的地方领受，等等，就有一些这样的话。那总之，说实在的，当时我也还没有学习过律典。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金石南戒，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家戒。当时觉得，那只是一个能够穿上僧服、舍弃在家形象的一种半戒吧。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戒法。当时我这么认为。那么加上之后，我也疑惑是否要重新再在噶举传承中受沙弥戒呢，或者还有比丘戒等等，就这样这么思考着，就有些疑惑，所以就这样过了好一段时间。之后在祈愿法会工作的时候呢，有机会学习到了戒法。那增进了对戒律的理解，才知道自己原来对于所受的戒法，就是对于所受的戒法理解并不是很究竟。过去以为戒律清净的，好像现在需要重新来过一样了。因为尤其真正要有清净的戒律，如果没有坚固的出离心的话，想要有这个持守稳固的戒律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出家都是根据传统习俗的出家，而真正经过很认真的、深刻的思考才发心出家的，这样是很少的。因此呢，很多人也有一些声音说，为什么他不受比丘戒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声音内部。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虽然持守戒律是有利益，但是呢，没有办法成为解脱的戒律以及真正清净的戒律。尤其现在与过去的时代是不同了，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祖师的时代，而是一个进步繁荣的时代。那么外在物质发展也是很快速，导致散乱的外援非常的多。以我而言，不止在佛法上，在政治上，还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上，都与其他各个族群有着各种各样的接触。在这样一个充满纷扰和散乱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说没有稳固的出离心，如果没有志求解脱的心的话，那么想要有清净的戒律是很困难的，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因此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让自心升起坚固的出离心，努力能够有朝一日尽量的升起出离心。当然要升起完美的出离心是很困难的，但是至少呢，可以升起合乎标准的出离心。能够如此的时候，我就能领受完整的别解脱戒。最后若能以这样的圆满的出家戒的身份死去的话，我将感到很安慰、很安心。我是这么想。
也由于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呢，至今还没有。所以至今还没有受戒。总之，我要说的重点是，三世仪轨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常静、安居跟节制啊。在戒律中有很多部分，其中三世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曾经在如何能够圆满三世的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发现呢，现在的寺院中要能够有圆满三世的条件是很困难的，除非是律学院啊，专门修持律学的寺院才能办得到。这要圆满清净的三世仪轨，也需要在时间等方面具备条件，并且有上百位下定决心的僧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因此，现在的各个寺院当中，要能够圆满完成三世仪轨的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当我们真正回溯比对这个经典律典的时候，会发现都是不合规定的，几乎没有符合规矩的。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大。理想上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是现实上未必能符合理想，也只能尽力而为的。所以有时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总之，无论如何，过去兴办律学院都是为了帮助未来的戒法律学的发展，以及为了让这个三世仪轨能够圆满承办。所以这样的律学院是必不可少的。过去藏地是有的，现在的中国也是有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戒律的行仪上面，我们在祈愿法会中花了不少心血，希望未来大家能够继续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承办祈愿法会，重点还是要为了僧伽们能够在威仪跟行仪上不断的有所进步。那么再讲到第二点，去年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是，我和他耶多杰尊者见面的仪式。当时我们做了一次联合的声明，之后我自己也公开做过一次解释。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再次的说明，这样的一个会面，我纯粹是为着教法与大众所做出的努力。人们会说，我是噶玛巴，是佛，是菩萨。不论怎么说，但是我自己看自己认为的话，自己只是一介凡夫，是有烦恼的，有过患的一个人，不像是人们所说的功德圆满，过患尽除。总之，无论如何，我对弘扬教法和利益众生的心愿呢，和勇气是不会退失的。这样的心愿不仅是此生此世，而是
而是要生生世世不忘记。那么我一直是这样子的祈愿的。虽然自己也不敢有未来能够往生净土的一个把握，但是呢，无论未来是获得人天的身，甚至是恶趣的牛马身，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时常的意念对三宝的信心，以及呢能够不忘失对如母众生的慈悲心。尤其由于自己过去善业功德，今生能够成为侍奉噶举的人，并且获得佛陀噶玛巴的传承加持，我祈愿生生世世能够不离噶举祖师海的加持庇护，并且呢，生生世世的意念着佛陀噶玛巴的名号。我本人是祈愿能够如是承办的。那因此也希望大家能够如是的祈愿。现在我跟少数一些人在一起进行闭关，身心也不如以往，时常感到灰心伤感，尤其是死亡无常的想法时常在心中强烈的升起。从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升起死亡无常的想法是好的，然而也或许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心理状态也不好，因此呢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也说不清楚。最近有好一阵子没有关于我的官方消息，外面呢便会流传了一些谣言，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或是无赖指责呢都会很多。其实我一生中从小到大经历这样的事情呢是层出不穷的。所以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样的时刻也是会有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诚实的对待自己，还要相信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最后呢，总之就像之前所说的，我是会一再的这个思考着要利益教法跟众生，我是一再这么想的。最后呢，有了以国事家察仁波切为主，还有呢各位上师祖古、僧伽大海，在大家的悲心大恩之下，那么才有了这次圆满兴盛的第36届祈愿法会。
那我也感谢大家，祈愿未来第37届祈愿法会上，我能亲临现场，以生于意来服务各位。感谢大家。